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嘖嘖嘅分享影片。話咁快就嚟到我哋新一期線上學課程嘅預告時間啦。新一期線上學課程收生日子將會係2025年7月1日下午4點鐘，咁喺翻嘖嘖嘅 Patreon 線上平台訂閱就可以噶啦。今期嘅教材將會係衣服為主，教材呢就會係我哋而家畫面呢一本嘅書本。咁我哋見到咧，書本其實就係一個之前老師都有整過嘅樹葉紋背心外搭啊。咁我哋先嚟望一望今期嘅精選學習內容。咁啊，先前我哋進行咗投票咧，咁啊票數最高嘅3款作品呢，就會係我哋今期嘅學習重點啦。咁啊，第一款將會係呢個夏天 V 領鏤空款上身背心。咁呢個款式咧非常之適合香港炎熱嘅夏天天氣啊！咁啊，採用咗啲鏤空設計，稍為有遮手臂一個顯瘦嘅效果。咁佢可以咧係兩個着法，第一個着法好似書本呢度，我哋前後咧都係縫起佢作為一個上衣，咁亦都可以咧淨係縫喺後面，前面做一個開胸款式嘅外套都冇問題。咁啊，呢件款式咧就比較寬鬆少少，咁無論任何身形嘅同學仔咧都係非常適合噶。另一個款式係今年日本、韓國都大熱門嘅吊帶背心，咁同樣採用咗夏天好常見嘅鏤空設計，咁啊中間咧有少少嘅線形花紋。成個作品呢係會呈現一個 A 字裙嘅形態，咁啊上窄下闊，同時呢可以我哋遮蓋身形上面一啲嘅缺點。咁好似 model 咁樣襯一件背心，又或者呢裏面有連身裙啊 T 恤，其實都冇問題嘅。咁最後一件呢，當然係呢個封面款式啦。咁呢一個款式呢，其實喺我哋嘖嘖實體班入邊呢，好多同學呢都已經開始製作中噶啦。咁呢一個款式其實樹葉紋呢，着出嚟會比較顯瘦，顯得個人更加修長。咁啊，每個同學呢，穿着衣物嘅風格都唔一樣啊。咁啊，老師呢將會係將佢分為3個長度，包括呢係腰部左右長度嘅一個背心。好似 model 一樣，去到大髀位置嘅中長款式。咁另外都可以將佢做成一個過膝頭長度嘅日本興嘅罩衫款式。咁同樣啦，呢件背心呢都係有少少寬鬆版型咁啊，遮手臂嘅效果都非常之好。旁邊呢係採用咗個開叉設計，令到我哋身形呢更加修長。咁啊，除咗呢3款嘅作品呢，我哋都會有一個圖解講解部分，係一個額外嘅課程。咁啊，第一個嘅額外課程呢，就會講解呢件嘅鬱金香衣服。第2堂嘅額外課程將會講解呢一件嘅連帽長袖上衣。除咗剛才老師提及過嘅3款詳細教學內容，以及2款講解圖解作品之外呢，大家可以見到其實書本入面呢，其他嘅服裝都係非常之靚噶。咁我上堂最緊要跟老師學識點樣去閱讀圖解，拆解成件衣服嘅結構，更改成為自己適合嘅尺寸啦。咁我之後其他作品其實都係一理通百理明，大家都可以容易啲喺屋企做到嘅。咁呢一個就係我哋嚟緊新一期線上學課程嘅教材內容啦。咁啊，收生日期將會係2025年7月1號下午4點鐘。咁我哋希望呢係喺新一期課程入邊呢，同大家一齊玩到更多唔同嘅作品啦。我哋下期線上學課程見，拜拜。